认真消毒每一个所在，这不是一天做一摆就好，而是防疫客人车伫载完每一个人客了后，就需要要做的代志。所以，逐天拢爱消毒真侪摆。12号一透早，市长黄伟哲就特别到场，颁发防疫客人车标章，予六大车队的代表，也视察防疫客人车的消毒示范。清消的话，我在出发前会做一些清理，然后在客户上车之前也会做一次那个身体的那个清消，然后再让他们上车，然后下车之后还会再做一次，等于是这个流程要一直repeat。防疫客人车对着转来台湾的民众是相当的重要。离过年要到啊，更有真侪人要转来台湾过年。离台南的防疫客人车也一路为原本的10台慢慢增加，这嘛要感谢到客人车司机的付出，因为防疫客人车是袂当载一般的人客，所以载客数量就相当有限。防疫即将进入这个春节返乡人潮的高峰的时候，那我们来这个检视我们的防疫车队。那计程车的防疫车队，其实台南我们觉得在台南来讲哦，因为我们现在的防疫旅馆住宿率已经突破80%了，所以说表示春节返乡的人也蛮多的。那未来的高峰期在14号、15号啊，因为14号、15号进驻以后，刚好春节可以居家检疫哈，这14天后，所以说我们非常这个戒慎恐惧的看待这个事情。目前为止，疫情来讲，已经好像看起来有点升温了哈。那甚至连这个工厂里面也有连续出现5个以上的确诊，所以呢，我们更需要特别小心的检视这个事情。那防疫车队对于返乡的民众来讲，现在变成必要的哦。那这个返乡的民众，那去居家检疫，或者是去检疫旅馆，或者去集中检疫所，都是需要防疫车队来帮忙。因此呢，我们台南市特别把防疫车队要扩充到最高可以有100部的计程车，防疫计程车参与。目前为止，所以这个常态性的运转大概65部到80部。那我们希望说，借着这样子的一个防疫量能的扩充，能够让这个一方面让我们的驾驶他们也能够这个熟稔这个防疫的规定跟 SOP 的操作；另一方面，让我们的乘客也可以看到这个防疫计程车队它的标章是怎么样。那这个防疫计程车是不能搭载一般乘客的，因此呢，我们也非常感谢驾驶的这个帮忙跟配合，那能够让我们防疫能够在更安全的状况下，能够完成整个的检疫的动作，也让民众更加安心，过一个更健康安全的好年。民众伫坐客人车前，会当先认清敢有防疫客人车的标章，以免坐唔到车。也照于将防疫甲一般的客人车分开，互大家会当更加安心，过一个健康安全的好年。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